歡迎咁多位工地監工觀看建築安全由心出發系列。喺香港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保障緊每位打工仔嘅工作安全。不過，就算有完善嘅安全設備同法例，如果大家冇足夠嘅安全意識，意外都難以避免。所以我哋一定要積極帶出同推廣工作安全文化，尤其係建造業。根據勞工處2024年嘅數據，運輸業同建造工業意外高達1500宗，當中有30宗係致命事故，而建造業就佔咗23宗。呢啲數字反映出安全管理仲有好多改善空間。早喺2024年2月，啟德地盤嘅竹棚架發生倒塌事故，導致2人死亡、3人受傷。調查發現，嗰個涉事嘅棚架係臨時加設，搭建時已經存在安全隱患。如果當時有人發現棚架穩固器俾人拆咗，而且即時反映同埋立即加固，可能就唔會出事。呢件事話俾我哋知，工友嘅安全意見同警覺性好重要。如果佢哋咁提出俾意見，而監工肯聽，其實好多危險係可以及時發現，保障大家工友嘅安全。職業安全唔只係法例要求、政策或者規則，仲要由基層做起。監工唔再只係睇住工友做嘢，而係做對話引導者。監工需要主動帶領安全溝通，改善現場工地文化。但現實上，唔少工友安全意識唔高，加上趕工壓力，令佢哋唔敢講真心話。有啲工友地位低，就算察覺到危險，都好難提出改善要求。我哋都聽唔少工友講過，好多地盤出現嘅問題就係上面有上面吊運，下面有下面做嘢，大家都為咗趕進度，爭分奪秒緊。因為有啲僱主為咗快啲完成工程，會選擇忽略安全程序，仲會向工友施壓。工友又會驚講錯嘢俾人鬧，為咗保住份工，都唔敢出聲，唯有硬食。如果冇一個開放嘅溝通環境同安全文化，工友係唔會主動講出安全隱患，咁只會令意外風險越嚟越高，削減安全管理效果。之後嘅時間，我哋會探討點樣鼓勵工友講出安全建議，打破唔敢講嘅困局。要解決呢啲問題，監工要俾工友多啲自主權同發言空間，等佢哋知道安全係大家嘅事，每個人嘅意見都好重要。咁樣做唔單止可以提升大家對安全嘅意識同解決壓力問題，仲會令安全培訓變得實際又可行，融入到每日嘅工作入面。喺工地做安全管理，監工係非常關鍵。當監工主動開口，邀請工友一齊傾下，分享意見，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。呢啲簡單嘅舉動，可以打破大家平時唔敢講嘢嘅尷尬，慢慢建立一個開放，大家都可以參與嘅安全對話環境。喺咁嘅氣氛之下，工友自然會更願意講出自己嘅諗法。例如，監工可以提起最近啟德嗰單竹棚架倒塌意外，引導大家討論。你哋仲記唔記得啟德嗰單竹棚架倒塌意外？大家有冇高見點樣避免呢啲情況？可能有工友會講，如果當眼位有貼警告同安全標誌，表示棚架係臨時加設，要加倍小心，可能會幫到。監工可以即刻回應，好建議。咁下次試下喺現場加多啲明顯嘅警告同標誌先。呢啲正面嘅回應，會令工友覺得自己講嘅嘢有人聽，有人重視，參與感自然就提升咗。當有人會肯定大家嘅建議，唔單止令工友更有信心，仲會推動佢哋持續參與安全改善，令安全文化真係可以落地實現。以下係啲監工可以用嚟主動發起安全討論，鼓勵工友參與嘅引導句子。隊友們，記得啟德地盤嗰次棚架倒塌意外就咁發生咗。如果你有咩好主意改善現場安全，一定要即刻話俾大家知道。上個月嘅棚架倒塌意外真係驚人。如果當時有你嘅建議，悲劇或者唔會發生。大家諗到啲咩改善地方，快啲同我講啦。其實啟德單意外提醒咗大家工地隱患有幾危險。
你哋有冇喺現場見過有咩唔妥？想像下，如果棚架事件有大家嘅意見提前改進，結果可能已經有唔同。大家有咩安全問題可以同我分享？機會喺你手。工友們，啟德嘅意外係一個深刻教訓。你有冇覺得某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好？讚賞同肯定工友嘅貢獻，係推動持續參與嘅關鍵。當工友感受到被認可，信任就會建立，形成正面循環。其實，監工只要肯開口、肯鼓勵，就可以幫工友克服怕醜，令工友勇敢講出安全建議，從源頭預防意外發生。呢種由基層開始嘅改變，正正係改善安全文化嘅重要一步。由今日起，勇敢喺工地開口講安全，我哋一齊由基層做起，打造更安全、更溫暖嘅工作環境。多謝各位建築業嘅前線監工收睇。